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8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當你俾呢首歌洗緊腦嘅同時，你知唔知啊？呢首歌其實係屈臣氏蒸餾水嘅廣告歌嚟嘅，而且歌詞入邊仲藏住咗一個過百億生意嘅生產秘密喎，就係蒸餾水點解喺105度嘅咧？煲水唔係100度就滾嘅啦咩？唔理港口賣成點，阿成哥做水嘅生意咧，佢真係叻過人嘅。山泉水、礦泉水，佢偏偏都唔揀，佢信科學，識做最乾淨、最冇風險嘅蒸餾水。105度唔會乾淨啲，而係因為生產嘅效率。佢用嘅係高壓高溫嘅蒸餾技術，喺密封環境加壓，將水分段去到105度變成蒸汽，再冷凝翻做純水。但係做蒸餾之前咧，其實仲要經過一條超長嘅過濾工序嘅喎。原水先經過沙濾層篩走雜質，再經過活性炭層吸走異味同埋餘氯，用軟水嘅樹脂層降低水垢硬度，最後先至高溫高壓蒸餾變成純水蒸氣，然後冷凝，再經紫外線殺菌，最後無菌灌裝。唔好話細菌啊，連塵都入唔到啊 Nice。所以一支睇落無色無味嘅蒸餾水啊，其實背後係經過7到10層嘅水處理工藝嘅。105度唔止係歌詞入邊嘅浪漫，更加係工藝嘅極致。關注正能量，正水好拍檔。